慢着！华初阳，怎么了？我女儿的幸福全毁在你手里了。一书书到底，二书白发齐眉，三书子孙满堂。哎呀，今天是你们妹妹大喜的日子，都给我高兴点。冉冉，娘也不知道这样做，你是不是就能远离危险了？娘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平平安安。孩子他娘，朗儿啊，今天终于要成亲了。你也可以瞑目了。我老秦不好，生前没能好好对你，让你一个人为这个家辛苦操持。如今朗儿成亲，我老秦也可以松口气了。你呀，也跟着高兴高兴。朗儿啊，小冉冉是为父亲自为你挑选的媳妇儿，我知道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你们交往得非常密切。看着你对小冉冉这么用心的样子，为父甚感欣慰。这以后啊，咱老秦家也是有女眷的人家了。这以后里里外外都需要小冉冉来打点，她一定会非常辛苦。你呢，今后要好好对她才是。孩儿会的。这就好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，我绝不饶你。是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多说了，你赶紧去接小冉冉回来拜堂成亲吧。啊，这一天啊，终于等到了。赶紧去吧。是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一会儿。也好，我们都先出去吧。走。我在你心里究竟是谁？是苏冉冉，还是月影的替代品？不行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不可以这样。冉冉，冉冉，冉冉，是娘啊！冉冉，娘，
快进来。让为娘好好看看你。希望娘没有看错人，相信秦郎会给你幸福。冉冉，你爹跟我一直都向上天祈祷，能生个女儿。可娘啊，生了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的，这才终于生下了你。娘就是害怕这么做是不是错了？娘，你放心，冉冉一定会幸福的。苏冉冉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秦朗的妻子了，你就不能再想别人了。吉时快到了，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呀？双儿、平儿，你们出去看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。爹，对不起。媳妇儿啊，要是你在，你一定会喜欢小冉冉的。可惜你走了，喝不上这媳妇儿茶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少爷他不知去向了。什么？慢着！华初阳，怎么了？我女儿的幸福全毁在你手里了。娘亲，我再也不让我妹妹嫁人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秦朗这小子，气死我！你闭嘴！伤心都不让人家哭啊！好好想想怎么办吧。我不想，我什么都不想想，我要让冉冉一辈子，我不让她嫁人。初阳啊，老苏，我老秦家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小冉冉呐。初阳，老苏，我老秦家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小冉冉呐。老秦，这件事我们慢慢商议。娘，妹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您一点都不关心吗？娘，你让我把秦朗那小子抓来揍一顿。别冲动，娘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对，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。老秦，你先坐下。还不给我下去！我要不要回太乙山啊？我这正高兴在家，等着儿子带小冉冉回来喝媳妇儿茶呢，没想到这小子，哎呀！你再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秦朗突然……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会这样啊！
我把他身边的人都打了个遍，才知道这小子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。或许他是觉得还没有替他哥哥报仇，还不想成婚呢。此事闹得人尽皆知，我们家冉冉今后可怎么出门见人呢？初阳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给小冉冉一个交代。娘，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干什么啊？一惊一乍的。妹妹她他怎么他怎么了？妹妹她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，冉冉走了。这次下山回家出了太多事情，你们为冉冉操碎了心，冉冉对不住你们。你们不用担心冉冉，冉冉去找秦朗了。希望你们不要怪罪秦朗，秦朗他是一个好人。冉冉留。哎呀，这天儿一个人走就罢了，好歹有老三跟着。这冉冉她一个人走了，你说这她万一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派人去找。